表姐，你就是舅舅家的小女儿吉香。是。表姐进宫的时候我还很小，不过我清楚地记得，在表姐的手上有一颗红痣，阿玛说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会有的。难为你还记得这个。对了，家里怎么样？都挺好的，也都挺想念表姐的。想念本宫？如果真的对本宫好，就不会送本宫到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来了。你说吧，你发信号找本宫来有什么事？表姐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你有那么漂亮的舞衣，为什么不送给我呀？干嘛要送那个耿家玉树？我才是你的亲表妹嘛。真没想到你是因为这个。看来舅舅真不该把你送到宫里来。表姐，表姐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在宫里放信号是多么出格的事情？你知道本宫来见你是冒着多大的危险？你既没有身处险境，家族里也没有人犯案，你居然为了一件舞衣，浪费了这么宝贵的见面机会。本宫真不知道应该说你单纯呢，还是说你蠢。表姐，我就是想知道，我到底哪里不如那个耿家玉树？你什么都不用知道，就凭你今天来这一趟，本宫就敢断定，你连耿家玉树的一根小指头都比不上。至于为什么，自己去想吧。如果你想明白了，我们以后就还有见面的机会；如果你想不明白，那以后就不要再说是本宫的表妹，咱们以后就再也不要见面了。劳烦内务府的总管太监替本宫舒缓筋骨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奴才本来就是娘娘的一条狗，这狗本来就是呼来唤去的。娘娘使唤奴才，那是奴才的荣幸。哼，就算是一条狗，那也是皇上的狗。若论使唤，也轮不到本宫。皇上跟娘娘是夫妻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他的不就是您的？这有什么两样呢？照你这么说，全宫上下一半的人都能使唤你。哎呦，娘娘，奴才这张嘴不会说话，这狗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来。等一会儿，奴才自个儿去内务府领板子去。得了吧。本宫知道你也难做，这狗啊，就是哪儿屎臭往哪儿钻。本宫如今多少还能在皇上面前得些脸面，自然就能使唤得动你。若是哪天本宫色衰爱弛了，甭说使唤，就是让你看我一眼都难。所以本宫从来就不奢望谁能对本宫忠心。本宫只要做好自己，把皇上的心留住，那么你们这些猫啊、狗啊，真心的、假意的，就全都围上来了。娘娘，您可真是把人世百态给看得清清楚楚、彻彻底底、透透彻彻了。宫里的老人儿，本宫倒是不怕。这新来的秀女里头，你瞧着有祸害吗？对了，有个叫席香的，长得仿佛不错，嘴也甜，懂得讨人欢心。可惜太招摇了，不招人喜欢。依奴才看，接近皇上的可能性都没有。不过有一个叫玉树的，倒……哼，那个丫头，本宫见过她，绣花枕头一个，不足为患。
以前，奴才跟娘娘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不过，最近她风头可劲了，连婉嫔娘娘都把皇上赐给她的武艺送给她了。这个老女人倒是聪明，知道自己没机会了，就巴结个有机会的。哼，不过这有没有机会，可不是她说了算，那得本宫说了算。苏公公，行啊，日子过得挺安逸呀。啊，嚯，瞧你醉的这样儿，这不都是享您的福气吗？刚从承乾宫回来，瞧瞧，这什么都瞒不住您的眼睛啊！你当然瞒不住我。你要是瞒得住我，你不早就发财了？苏公公，这可是10足金的，孝敬给您的。承乾宫那位出手一向大方，应该不止这些吧？这……嘿，上回该孝敬的时候你哭穷，这回要不是我给你堵这儿了，这玩意儿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怎么着？是你乖乖的交出来呢，还是我找人给你扒了？我交还不成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你一定想问，凭什么赏给你的都让我得了去？你可知道啊，伴君如伴虎啊！我这每天呢，都把这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过日子，替你们拦着，替你们兜着，还得防着你们那些贼眼珠子盯着我的位子。我要不留点钱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有一天我死了，连块葬的地儿都没有。你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就把你的不甘心给我收起来。哎，如果有一天你要是坐了我的位子，我保证，你比我狠。苏公公，您慢走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走着瞧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好，好，哎，再高一点，哇，好高啊！是啊，哎，再高一点，哎呀，糟了，我花了1夜的功夫才做好的。没关系，我去帮你找回来。别去了，那边是皇宫禁地。没关系的，我小心点就好了，放心吧。那你赶快回来啊！
大妞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嗯，额娘，我要去看鱼。好。婉萍姐姐吉祥。不必了，妹妹你也太客气了。你我分属同级，要妹妹来给我请安，本宫实在愧不敢当。民间有云，先进门者为大。姐姐比妹妹早入宫那么多年，妹妹向姐姐行个礼，自然是应该的。哟，多日不见，大妞越发标致了。来，让姨娘瞧瞧。你是坏女人，我不要去你那儿。妹妹，你瞧，小孩子家怕生，口无遮拦的随口一说。妹妹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若是没人教，这么小的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来，可真是不简单呢。妹妹以为这是本宫教的，可冤枉死了。本宫巴不得她跟妹妹你多亲近亲近。这样，大妞喜欢看鱼，不如妹妹带她去鱼塘边看看鱼，等熟悉熟悉，她就不会怕你了。大妞，去吧。来，大妞，那里的鱼啊，可漂亮了，每一条啊都张着嘴，等着你喂食儿呢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那里，那条，还有那条，多大呀？好多鱼啊！冰燕，这眼看着就快要变天了，你去给小公主拿件披风来。是。我要喂鱼。糟了，忘了带鱼食儿了。妹妹，我看这离承乾宫不远，不如……来人呐，把鱼食儿拿来。是。你看那条。我要喂鱼，我要喂鱼。哟，这里的鱼可真大呀！救命！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小孩子家不懂事，一句话得罪了你，你怎么能把他推下去呢？明明是他自己跳的呀！你的意思是，他那么小的一个小孩自己跳下去了？救命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别怕，别怕，大妞，别怕，别怕啊！别怕。来，大妞，大妞，没事吧？姐姐，你的小公主安然无恙了。谢谢妹妹了。客气什么呀？不过我真替你遗憾，你的苦心都白费了吧？哎呀，不瞒姐姐说啊，我自小啊在南方长大，水性好得很。拜托姐姐，以后要想诬陷人的话，最好设计的周密一点。哪有母亲看着亲生女儿掉到河里不先救人，反而先找肇事者说话的？本宫年纪轻，很多事情都不懂。不过姐姐也别把别人当傻瓜才好啊。跳，哎，这样，来，对，好，再来一遍，我来，好，是这样吗？来，给。哎呀，莲儿，玉莲儿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去那么久啊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要做好姐妹，千万不要变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可能是这身墙压的人太压抑了，总觉得会有什么变化，
我心里瘆得慌。放心，没事的。我们刚进宫，碰到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，但是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是好姐妹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这个给你。再来一下吧，快点啊！真的是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，这打扮一下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娘娘，您这是？你不用紧张，本宫这么做，就是觉得你特别像本宫刚进宫时的样子，所以就忍不住的对你好。啊，对了，上次本宫送你的那件舞衣还喜欢吧？娘娘恕罪，那件舞衣不小心被我给弄破了。快起来，破了就破了嘛，反正这衣服也留不久，就像人的青春一样，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。你还记得前些日子在乾熙寺所里死掉的那个秀女文月吗？坐吧。不，娘娘，本宫让你坐，你就坐。她跟本宫是一起进宫的，可是本宫得蒙圣宠，做了一宫主位，她却落得如此下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本宫知道青春短暂，一定要抓住皇上的心，哪怕只有一小段就够了，至少不用为下半辈子的生活担忧了。妹妹呀，本宫看到你就像是看到过去的自己，因为本宫不想让你走文月的老路，想给你指条明路。明路？你觉得皇上凭什么看上本宫？这还用说吗？自然是娘娘明艳动人了。这小嘴真会说话。宫里明艳动人的人多了，论起姿色来，那个文月都远在本宫之上呢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进宫的时候都有一块绿头牌吗？皇上就是看着这绿头牌选人的。可不要以为这是由着皇上的性子随意乱拿的，很有讲究的。摆放在哪个位置，皇上的眼神从哪儿瞄过，总管太监的一个眼神暗示，这都是学问。冰叶，你把这个交给养心殿的总管苏培盛，剩下的事就交给他办吧。不行，娘娘这……你放心，本宫是不会害你的。本宫知道你心有疑虑，可本宫这么做无非只有2个原因。这一来呀，是真的怜惜你；二来嘛，本宫年纪渐渐大了，皇上去景仁宫的日子也越来越少。本宫自己倒是无所谓，可小公主整日见不到皇阿玛，难免会被底下的人瞧不起。妹妹呀，倘若有一天，妹妹真的能拔得头筹，做了一宫的主位，还请妹妹看在本宫今日提携的份上，多提点一下我们母女，本宫就感激不尽了。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的大恩大德，玉树没齿难忘。今儿天儿可真够热的，你们还闷在这里埋头苦干，可真够辛苦的。得，今儿太妃娘娘赏我一些苹果，我已经放在门口了，你们去解解暑吧。谢李公公。
苏公公吉祥。李公公好。哎，我听说李公公最近眼神不太好，总跑错地方。在内务府当差，就在内务府当差，怎么一不留神跑到净室房来了？我还听说你拿着绿头牌当成了内务府的板子，粗的细的由着你换，这传出去可是要砍脑袋的。嘘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别以为攀着高枝儿就有恃无恐了。我打小跟着皇上长大，皇上心里想什么我最清楚。今儿个哪位娘娘受宠，明儿个哪位娘娘临幸，你知道关键在哪儿吗？在这儿呢。我这两片嘴皮子一动，随时就能让秀女变成娘娘，也随时能让娘娘被打入冷宫。所以拜码头要拜对地方。苏公公，您知道的，在这宫里面，我最尊敬的就是您了。不过，主子交代办的事儿，奴才不好不办呢。这好办呢，你就跟他说你做了，但是被我发现了。我呢，念着他的身份，特地网开了一遍。他这一看打草惊蛇，就不敢逼着你干不该干的事儿了。你不就解脱了？还是苏公公您高明。那奴才先撤了。我救你一条命，又给你一张脸，你拍拍屁股就走了，那我成什么了？苏公公，给您的。哎呦，你这小命就值这一点啊！这出门匆忙，没带那么多。这不有笔和纸吗？来，写个欠条再走。写，马上就写。这个您先收着。对了，把这个指使你的人也写上。万一你有一天挑拨离间，陷我于不义，这张纸儿就会出现在皇上的眼皮底下。写。奴才教训奴才，让姑娘您见笑了。您的心意我明白，您那么大手笔，我要是做得不好，那也太不识相了。来，这哪个是您呢？这个。这个？谢谢公公。得。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？要到这里来，我不想玩了，我要回宫去找冰燕他们躲猫猫。躲猫猫有什么好玩的呀？这里的东西比躲猫猫好玩100倍。是什么啊？来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！再看这个，哎，哇，好漂亮！姨娘不会骗你的。好了，送给你了。拿不下来。拿不下来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这2个玩偶啊，是通灵性的，他们不喜欢说谎的小孩子。我没有说谎。那为什么拿不下来呢？哎，这样吧，姨娘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你能老老实实的回答呢，姨娘帮你把它们拿下来，好不好？我问你啊，昨天你为什么会掉到荷花池里呀？我不许说谎。
说谎了，这玩偶就拿不下来了。是额娘。额娘跟我说，我到河边了，就自己跳到河里去，然后就跟别人说是你推我下去的。你快帮我拿下来！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那，玩去吧。哦，去玩喽！皇上，您都听见了，臣妾可不会平白无故的诬赖人。来人呐！奴才在。锦人宫婉嫔因嫉妒成性，残害小公主，她不配做一公主位。从即日起移至冷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她踏出冷宫半步。这。放开本宫！放开本宫！本宫要见皇上！你们这些该死的奴才，放开本宫！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敢在宫里这么叫嚣？原来是婉嫔姐姐呀！是你陷害我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你！哼，瞧你说的，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？我不过是把你女儿带到皇上面前，让他说了几句真话而已。你这个贱人，本宫跟你拼了！时至今日，你不过是个被废的人，居然敢在我面前嚣张！你知不知道，本宫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？哼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本宫告诉你，本宫在这宫里踏的地儿比你多，住的比你久，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本宫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瞬息万变的事情多着呢，咱们还是走着瞧吧。这个不用姐姐你提醒我，妹妹自然会小心谨慎，如履薄冰，打起12分精神，把该防范的都防范到了。比如说苏培盛，再比如说那个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玉树姑娘。哼，我知道，姐姐想通过他们有个翻身的机会。可惜呀，那块绿头牌恐怕永远都到不了皇上的手里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的心地这么狠毒，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！你带走！你等着，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，你早晚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。苏公公，你受苦了。娘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奴才要是犯了错，应该由皇上和内务府来处罚，还轮不到后宫来受刑吧？哪儿的话呀！本宫只是想请公公过来坐坐，可是呢，怕你不给面子，就跟公公开了个小玩笑。来人呐，松绑！这刚才你们几个绑的我，胆儿挺大呀。娘娘，奴才养心殿还有事儿，就不在这儿陪您开玩笑了。哪天得了空再向您赔不是啊？站住！你们都退下。这本宫听李庆喜说，
苏公公，好大的排场，后宫嫔妃的生死荣辱都攥在你手上，你想翻云就翻云，你想赋予就赋予。而我们就是案板上的肉，没有反抗的余地，任你宰割。苏公公，是这样吗？我说呢，原来是李庆喜这个兔崽子，他是不想活了。本宫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区区一个太监，竟然敢在本宫面前撒野！莫非在你心里觉得皇上跟你比跟本宫还亲？用不用本宫拉着皇上问一问，看看咱俩谁在皇上心里占的地儿多？娘娘是娘娘，奴才是奴才，娘娘跟奴才斗气儿，是不是有点失身份了？知道是奴才就好。李庆喜的供词，趁早交出来。还有那个玉树姑娘，她的绿头牌，本宫就收下了，你就当没她这个人。娘娘，您要是想收拾我苏培盛，其实很容易。但是我从小进宫，我是跟皇上一块儿长大的。先不说皇上心里怎么想我，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把话给你搁这儿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就你那破绿头牌，一辈子都挂不上去。你，我说苏公公，咱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，何必这样斗来斗去的呢？你扶持那个玉树姑娘，无非是想在宫里有个靠山。本宫拉拢李庆喜，只是希望圣宠不衰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，不能联手呢？奴才不是没有想过，可奴才怕万一有一天把您给抬上去，你一脚把奴才给踢走了，奴才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？都说宫里的太监个个精得跟猴似的，之前还没有发觉。今儿个听苏公公一席话，果真不假。你手里不是有李庆喜的供词吗？有了他，就等于有了本宫的把柄。本宫就算再厉害，也会投鼠忌器，卖你份人情。这样一来，不是比那个玉树姑娘来得稳妥吗？哎呀，娘娘还说奴才呢，娘娘也精得跟个猴似的。这么说，咱们成交了。奴才还急着给皇上送绿头牌呢，送晚了娘娘就得去阎王殿找人去。苏培盛。哦，对了，娘娘夸奴才聪明，奴才也不能把自个儿当傻子呀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叫什么来着？爬树得捡高的爬。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给本宫换菜。哼，这冷宫里的东西就是这样。你以为你还是娘娘啊？你只不过是个阶下囚，有的吃你就吃吧，不然饿死你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这么跟本宫说话？等本宫出去，饶不了你。放心吧，你呀出不去了。哎，别吵了啊！再吵，小心我把你绑起来！王八蛋！你们这些王八蛋！本宫早晚会离开这儿。表姐，
表姐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来看你啊。我听说你被打进冷宫了，我多了好些人，好不容易才到这儿的。你走，离开这儿，表姐，再也不要来这儿了。表姐，走啊！表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你的表妹啊，你有好的机会不给我，你有好的武艺也不给我。表姐，受你恩惠的那些人，你现在倒霉的时候，你看看，他们早就没影儿了。就你这个表妹，我还想着你来看你，可是你呢，不但没有给我好脸色，还让我走。你是不是真的就想这一辈子都待在这儿了？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是皇宫。皇宫里最忌讳的是什么？是勾结。你说，我送给玉树武一是不是？我要让他成为众矢之的，让所有人都对付他，给你腾地儿，明白吗，蠢货？那为什么你还要跟他走那么近，给他机会让他接近皇上？我当然要给他机会了。万一他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得到了皇上的恩宠，又记住了我的恩情，那自然对本宫有利。可万一巧不巧，这个计策被后宫的哪个醋坛子发现了，使这个计策没了，那也不可惜。至少所有人都知道，本宫所扶持的那个人没了，大家就不会对你下黑手，明白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本宫唯一的希望，所以拜托，你不要再争风吃醋，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混话了。要不然，别说本宫一辈子离不开这里，就连你的小命也玩完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去给本宫多准备些钱，本宫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找你。放心，本宫会帮你的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奴婢不知道。很多年以前，本宫也做过同样的事情，买通太监，把绿头牌放在最显眼的地方。那时候皇上一眼就瞧上了，然后本宫就一直荣宠到现在。可是，在本宫之前受宠的妃子呢？她去哪儿了？哎呦，本宫想想啊，她由于很多年都见不到皇上，上吊死了。你说，本宫会给你这样的机会，让你把本宫变成那个吊死鬼吗？本宫只是想找你说说话，一不打你，二不杀你。说吧，想不想见皇上？奴婢说，你要是敢说一个字的假话，我就扒了你的皮。我想。想就好。来人呐，拿套宫女的衣服，给她换上。是。娘娘，人已带到。不错，挺精神的。
今儿个就由你来负责守夜。本宫要让你好好瞧瞧皇上的模样。不过你可得把头低低点儿，不能露出脸，不能出声。若是被皇上发现了，我就说你是刺客。皇上驾到！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给本宫放机灵点。是，过去。参见皇上。哎，爱妃平身。朕十分想念云儿，朕今晚就不走了。除了守夜的，其余的人都退下吧。是。昨儿个你说的故事十分有趣，咱们今天继续说。是皇上。